后来，这是台中市政府来看百货公司防疫的状况，确保大家伫咧母亲节去踅百货公司的时阵，会当安心佮安全。后来，过来嘛是台中的消息，迄个姓方的美发师涉嫌啉酒开车，弄死着资深的媒体人王伟汉的妈妈。虽然伊讲伊无啉酒，但是检察官查出伊同港的行踪，确认伊伫咧弄死人进前有去唱歌啉酒。返去厝了后，伫半暝3点开车来出门，就伫这个时阵发生着意外。检察官问过笔录了后，伊有串口径、灭证甲逃亡的疑虑，向法院申请收押。法官嘛裁定收押禁见。若这王伟汉嘛伫个面册来写讲，妈妈袂听咯，爸爸已经伫迄边咧等你，大家拢真爱你。安尼一字一句，互人看到片头酸。方姓嫌犯涉嫌酒驾肇事致人于死一案，那经今日法院于凌晨5时许裁定羁押禁见。赛车弄死名嘴王伟汉的老母姓方的美发师被裁定收押禁见。你有喝酒吗？撞死人之前有喝酒吗？没有喝酒。这个姓方的美发师讲伊无啉酒赛车，还过检方追踪伊的行程。掌握伊啉酒的证据，证据上认定被告他确实有酒后驾车的一个情形。从整个证据上，我们认定他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。这个姓方的美发师5月7号行踪，先伫 KTV 甲朋友唱歌了后，登去休困。透早3点外又搁出门，去伫东兴路2段美发厅，伫这段路弄死王伟汉的老母。被告有他的说辞，那我们也在调查。发生车祸了后，美发师搁去车厢买酒来啉。伊甲警方讲，伊是弄着人了后，想过紧张才啉的。警方搁伫伊的车顶敲到有毒品反应饮料，这部分爱搁调查。他有没有吸毒这个部分，我们当然依照现场的一个证据会做一个调查。王伟汉处理因老母后事，无去网络直播直播，过主牵一个开报顿的肇事者。你既然喝酒了，你就不要开车哈！你这样造成人家的家庭的悲剧，你自己作何感想呢？王伟汉伫面册写讲袂听妈妈，妈妈穿爸爸在生时红色的外套，一定真少年爸爸。爸爸已经伫遐等你啊，大家拢真爱你，互人看了真甘。